这是哪儿啊？熬也熬出幻觉了吗？等等，这身打扮，难道我穿越了？真的穿越啦！我就知道我不是普通人！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不是吧？开局就刷大怪，难度这么高？不过没关系，看我用主角光环！一点面子都不给主角的吗？还来！三星妖风。哦，好操作哦！这形势不是我现在能搞定的呀！新手向导还没有出现，按照一般的套路绝对不能浪，保命要紧！溜了溜了。这难道就是无敌大宝剑？抢妖风！我去！怪兽别急呀，我还没开始发育呢！这家伙搞什么鬼？竟能一边走位一边带妖风避开我所有攻击，套路真脏！你别太过分啊！我可生气了啊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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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